要医治丧失的时候呢，前面所讲的，在还原经里面所讲的，弟子呢自己就是把自己就是当做病人一样的看，然后呢就佛法是当做怎么说呢，名药一样的看，上师是当做医生一样的去看。那么当做什么样子的医生，那也是看自己的清净心跟自己的精进心，自己的信心，自己对解脱重不重视。如果是你特别重视解脱的一门弟子的话，那么就对上师必须得要当做一个非常殊胜的名医一样来看，自己也是一样的看严重的得了严重的这种疾病的一个病人来看。这实际上来说的话也是这样的，觉得我们实践的一说疾病或者是那种健康与不健康的话，那么今天如果是身体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那么就觉得是自己是健康的人，不用去医院吃药或者是打针的一个人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什么身体上没有什么毛病的情况下。但实际上所谓的在佛法里面所讲的所谓的健康与不健康，那么佛法里面所讲的对我们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健康的人我们都是得了贪嗔痴三毒的严重病。所以不光是我们在一个人得了病，然后就他会怎么说呢，那个断除生命的这么的一个危险我们的一切众生的共同的危险是什么呢？我们得了贪嗔痴三毒的严重的疾病，所以让我们不断的导致让我们不断的在轮回，断除我们的解脱的这个生命。不光是断除我们人生的这个几十年的短短的这个生命，断除我们生生世世没有办法解脱断除我们解脱的这个生命，断除我们成佛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得的病呢，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病，就是烦恼的病、五毒的病，然后无明的病。那么我们要治这个无明的病，必须得要依靠一个神医才可以的。那么那个神医是谁呢？那要知道自己的上师才是真正的对我能够可以治疗贪嗔痴的最殊胜的神医。那么上师给你传的所有一切的法呢，就是能够可以治疗我根本上的贪嗔痴的病的真正的名药，就是上师说给我们的每一句词的佛法。所以呢，我好好的在享用这些法来能够可以治疗我的贪嗔痴，这个想法是必须的要有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来相当也是可以推测那么如果是有名医没有药也没有用，有药没有名医也没有用。那么自己得的病是已经确定了，就是我们自己得了无明的病、贪嗔痴的病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呢，就不去治疗这个贪嗔痴的病的情况下，我们永远都是会堕入在六道轮回之中，永远都没有办法再解脱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那么必须得要好好的去想。那么这么多的众生，从地狱的众生、恶鬼的众生、畜生的众生天道也好，阿修罗道也好，无论在六道中的任何一个众生都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痛苦。那么我们在人类的少许的众生才有这么殊胜的因缘，能够获得18下满的人生。那么所谓的18下满是多么的珍贵。那我们已经得到了可以治疗这个病的方法，其他所有的众生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可以治疗这个病的方法。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为所有一切众生能够可以让他们也得到这种圆满的佛法治疗贪嗔痴的疾病，能够可以早日获得成佛的机缘。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去精进努力的去修持佛法，也这样去想。如果是没有上师，连药都得不到。如果只是我们就现在的这个，现在尤其是现在21时代，那么在哪里听课、哪里学习都很方便。一打开手机，就马上可以看得到全世界所有角落的任何一个上师在所讲的法，或者是在佛教经典中的所有的那些怎么说呢，关键的这些词语都看得到的。但是如果是刚是这样可以自己可以在得到解脱的话，那也非常容易啊。现在的这个时代就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上师，但也是只是仅仅是得到了这么多的名药。那如果是自己就可以能够治疗的情况下，今天如果一个得了严重的病的一个人，那根本就是不用去医院，直接去药房就可以了。在到处地方都有那么多的药房，这所有的药都是可以治疗病的药。所以呢，你今天得了任何病，可以不用去医院，所以就直接只有去药房就可以解决了你的所有的病的痛苦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不需要一个医院的存在，也不需要医生的存在。那如果是只要有医生跟病人碰在一起就可以的话，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怎么说呢？病人都是靠医生，就不需要药，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需要制药厂啊，什么就是药房啊等等，根本就不需要嘛。但都不行啊，都要一就是要有医生，第二要有药，第三呢就是病人就是愿意去看医生，不然的话就是再好的医生也是没有任何办法。而且医生给的药你就不按时吃的情况下，病也好不了。就像这样的道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修持佛法的时候，简单明了这三个条件是必须得要有的。一直上师的时候呢，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第一个而且是根本的最重要的就是十句词，就我们刚刚就是念过的这十句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如果是今天要去一个不熟悉的路上，或者是有强盗或者是有一些猛兽等等的一些伤害的一个路程，经过这样的路程的情况下，自己一个人或者是没有其他的依靠，或者没有其他的那些勇士等等的一些怎么说呢，配送或者是这些的情况下，那么自己去的话，那肯定就不行吧，就一定会出现障碍。但是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是依靠怎么说呢，勇士的陪伴或者是引解等等这些。就像这样，我们需要解脱的话，那么依靠上师，依靠佛法。那么如果是今天去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中间会有一些猛兽或者是一些强盗等等的一些障碍者的话，那么你今天刚刚就是跟一个勇士一起过去，那这个勇士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他的手上呢没有任何武器的情况下也不行啊，所以就是必须得要具备所有怎么说呢，武器等等的，反正就是能够可以完全保护得了的一个装备才可以嘛，才我们可以放放心心的做，也是路上的障碍也是障碍不到我们，顺利的会到达我们该到达的目的地嘛。就像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如果是在修持的过程当中，想要得到解脱的情况下，只是认识了一个上师也没有用啊，那必须得要上师有传法给你。那么上师传的法，你也是必须得要好好的修持，才是会到达可以成佛的道路上。不然的话，就是你只是就认识一个上师也没有用。上师在你的身边，一生当中都是在一起的情况下，也是没有传一句法，或者是没有去自己也没有去修的情况下，除非是遇到了像那个怎么说呢，那个跌落巴根拿罗巴尊者的故事一样，遇到了非常殊胜不可思议的大成就之根，
就是在生生世世当中已经结上了缘的殊胜的弟子，遇到了这种的情况下，那么有可能会就一种窍诀的方式就可以成佛的，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尤其是现在魔法时代的时候呢，众生的福报是什么样的，那么遇到的上师也是相同的那么能够可以在修持佛法的因缘也是相同的，没有办法就像过去这么圆满的时代的，那么就是圆满殊胜的那些高僧大德跟那个时代的那些弟子一样，自己如果是有这么殊胜的因缘跟福报的话，那么早就应该成佛了，到现在应该不再在这边就是每天到晚烦恼今天的工作的事情，明天的家庭的事情，后天的健康的事情，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有没有疫情快结束了，会不会发生战争等等，不会有这些的这些的困难嘛那么早就已经成佛了，这些所有的烦恼跟这些所有的痛苦呢，不在我们来感受，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没有圆满那么大的福报，但是好不容易这一次现在这么怎么说呢？那个魔法时代的一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佛法，就像在一个海岸当中，那么就是会看到了一点点的光一样，就是一个黑暗的一个屋子里面，看不到所有的完整的太阳，但也是从一个那么就是看出了一点点的太阳的光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太阳的光要不要非常重视？一定要非常重视，因为现在魔法时代，如果自己的众生自己的信心跟这个相信够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窗户里面照出来的这个光也是能够可以度化你，能够可以在给你所有的怎么说呢，那个大光明。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也是要靠自己。自本作累